环视了。大家好，有没有期待跟着学老师学客家话呢？我可是很期待看到各位哦。第一句话，这边是往高雄的路，那边是往台南的路，怎么说呢？鸦片黑去高雄的路，这一片黑去台南的路。对了，有听得出来高雄是什么？高雄。那么台南呢？台南。对了，很简单，鸦片就是这边 here， 这一片呢就是 there， 这一片就是那边。整句话再来一次哦。鸦片嘿嘿，这边是去高雄的路，的路就是那个的路，的路就是那条路。鸦片嘿嘿，高雄的路，这片嘿嘿，台南的路。对了，念得很好。那么去美浓要走左边还是右边呢？去美浓行左片，呀嘿右片。去美浓就是美浓，许班老师那里很多亲戚朋友哦。那么行就是走了，走片左边，呀嘿右片，左边还是右边呢？哎呀，讲不清楚啦，来跟我来，讲唔会清楚，呛腾爱来，讲唔会清楚就是清楚，呛腾爱来。哎，我们跟谁来说客家话呢？相声名嘴冯翊纲。鸦片黑去高雄的路，这片黑去台南的路。去美浓行左片也系右片。讲唔会清楚，呛腾爱来。好，风光明媚的客家庄美浓怎么说呢？美浓安vai。今天就学到这了，安之 say 拜拜。